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欢聚一堂。在这个双非议中呢，我演林葡萄，也是李商隐的师兄。那么林葡萄这个人物，我们当初的那个定位啊，导演的定位就是说，首先不能把他设定是一个坏人，虽然说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啊，所以我也觉得林葡萄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然后又是一个非常有理想、非常有抱负的这样一个男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在我的心目当中。所以我把林葡萄我自己的定位就是说，他是个真男人，是一个很 man 的男人。man 不 man？ 有点 man。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包括林葡萄对李商隐，他是特别欣赏李商隐的旷世才华，所以说他对李商隐其实有提携和栽培之恩的。然后林葡萄对自己的父辈也特别的孝顺和尊敬。然后他有一种理想和抱负，就是说林葡萄自己本身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必须要有理想有仕途。然后他觉得就是说，他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就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话，也是他毕生要努力要奋斗的一个目标。那最终林葡萄是成了一代展现然后我在这个戏当中呢，年龄跨度也特别大，其实在我以往演的角色当中是非常少有的，可以说是唯一这么一个年龄跨度这么大，戏份这么重。其实我们在这个戏中，师傅，这份儿乱。哎呀，师傅往左拐。他这个是很自然的表现。平时生活中呢，叫我师傅，我说我要叫我老啊，然后他就是写我是狮子的狮，老虎的虎。他一直就像小绵羊一样的，我说你威武一点好不好？今天我们是有像小白兔一样。允许我说，我就叫他兔啊。哎呦，所以我叫他兔啊。这个是因为我没有出演的，我们曾经演过狮头。所以他就是奇怪，师傅就这样讲。后来我很师傅别叫，然后他就狮子是老虎的虎，狮子是老虎的虎。打岔啊！当时我说哪里？请回答。当时我说到哪里？年龄跨度特别大。我是让我师傅来证明一下，我从来没有演过这么一个年龄跨度这么大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在戏里面我从请住。就是师傅这戏里面我从那个青年第5场的青年，然后第5场那个什么干老爷吗？不是，第5场是那个他当了宰相，可以说春风得意然后到最后一场是我们到最后一场的戏已经是过了20年，可以说林葡萄这个人物在整个舞台上呈现了他的兴和衰。他所谓的兴就是他的奋斗，他的努力，他实现他的理想，然后当了宰相。但是我们先不说政治怎么样，但是他最终还是很落魄的。到最后一场，就是我饰演的林葡萄这个人物，就是白发苍苍，然后一无所有，就很落魄的到父亲那个坟的面前去告别。其实我觉得林葡萄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情感比较丰富，但是呢，他的人格也特别不分裂。他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说，我当初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开始我是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塑造这个人物，而是我们的导演非常出色，卢旺他跟我们排戏是非常特别。他每天给我们讲故事，就是说你今天要干什么，你要明白今天做什么事情。然后相互之间的关系都理得很清楚，所以说是他带我这样一步一步走进令葡萄，然后塑造成这个台上这样的令葡萄。然后同时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3个的一个创作团体非常和谐，
非常温暖，非常正能量。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他们两位真的是大艺术家。然后师傅是我的偶像，不仅是台下还是台上。其实说，令狐桃对那个李商隐来说，他特别欣赏李商隐的那个才华，而且，李商隐很多诗作也是他给他保存下来的。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是。不是父子，因为我们相差10几岁吧，好像19岁是吧？啊，然后可以说不是父子的父子情。我对他具有父亲般的那种关爱，那种兄弟般的情感孝。啊，所以说我觉得所以说我们抓住了这个主线以后，我们就在舞台上，在排练过程中，我们就呈现的很自然，很投入。然后好，您骂也骂得很自然。下面请王慧来骂一下，怎么个自然？是不是要我们师弟帮我配一下？我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戏里边，我说几个，戏里边有一段那个绍兴大摆好，大摆的这个唱腔是从那个绍剧里面演变过来的。我们剧当中，其实在体现两个人情感比较激烈的时候，都会用这么一个唱腔，这么一种旋律，包括花旦也有哈。然后我今天呢，在现场为大家演示一下，现场演示一下，第5场，我这里又没有戏的，他主要想骂我。谁叫你说我骂你秀？你呀，真是朽木不可雕。今日故事先问笑，老弟弟好尽心绪生雕像，令我为你设置苦草郎。谁知你风来恰似相对草。为儿女死地一边。下面呢，有我的兄弟，都报复了，杀了他。用黄慧来介绍一下他的体会。我发现我们这两个是很有意思哈。一个是前面一场是我演他的兄弟，这一场是他演我的兄弟，然后来报复我，把我杀了，蛮下得了手的哈。说到那个清河王这个角色，其实之前一直概念当中就是说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人物。清新朴素，什么样子是清新朴素？我说不是很具象的很多东西让我去看到或者做。然后后来看了那个小说以后，我知道玄清，玄清啊，玄清是一个应该说是很有才情的，然后他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然后他是一个淡泊的人，
然后他追求的类似清风朗月，然后那种就是说最好是住在山里面的那种像仙人一样的生活，仙的那种感觉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说当时我在就是接受这个角色以后，在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痛苦，因为我以往所有演的任何角色都跟这个人物一点都不沾边，我不知道怎么去演，不知道怎么样去拿捏。所以说刚刚开始排的时候，我真的找不到东西来背，不知道怎样去体现。然后真的是他们帮了我很多，我特别感谢他们。然后我来说说这个贤妻哈，在第3场，他其实贤妻对甄嬛的爱真是真爱，而且对甄嬛真的爱是也是那种深入骨髓的。他对她的爱是坚贞，是专一，是甚至于就是说，他为了甄嬛没放弃所有，包括自己的生命的男人。这是一个非常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男人，是不是？每个女人都想有这么一个男人来呵护，对吧？其实我们都想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男人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男人，所以我特别在我们第3场的时候，当我的兄长知道了我跟甄嬛的事情以后，他没有马上的说来问我主演怎么样。他用了一个很恶毒、很阴险的手法来试探。当他问我的时候，什么的，好像之前好像哎呀为我庆功，为我怎么样，可以陪我喝酒，所以他暗地就说，等着吧，你是在后头哈。然后他正好2个人交流的比较在界限的时候，突然一个家丁出来报，就说，哎呀，皇上说甄嬛说那个人不肯怎么样，不肯救死，对吧？然后他说怎么样？他说那这个甄嬛，我一下子脱口而出，嬛儿，这个嬛儿是招来灭顶之灾的，怎么可以叫嬛儿在皇帝面前？然后当我嬛儿叫出来，又收不回去，那一刹那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想的，我第一个感觉是要保护甄嬛，所有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戏的处理就是，我跪在地上，皇帝对我说，这说的那一番话，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来把这些让我知道这些辛苦的事情？你能不能让我死了以后，你才可以那样？然后我跟他说，皇兄，我不是故意，但是甄嬛是我的错。所有的一切是我的错。然后我们再来给一段比较少的，在陆派的戏当中也比较少的这样一段清唱，就是清版的清唱。今天我们当 PPT 吧。这个问题。好会。因为我看介绍的时候说您那个令狐桃那个角色是主动争取的嘛，但是您之前的时候主演的一些大戏都是陆派的戏嘛，您为什么要去争取这样一个老生行当的这么一个？你问的非常好。其实我们粤剧当中其实不大分行当之分的哈，是完全是靠一个塑造一个角色。我们应该是有，就是学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的行当。对。但是呢，我们因为由于有2个奶娘，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曲，所以呢，我们是注重客观的。黄慧是我们上海话说起来不太好听，白金油，她是终身，不是小生又是老，也不是太老的老生。基本上就是说。小生和老生兼着演，那老生，所谓的老生那些角色呢，基本上以壮年为主，那种白发苍苍的老生，难得驾驭。所以这是在那个双飞翼当中有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造型，我是觉得很喜欢。我的大家满意吗？因为我喜欢，所以去争取。对
对对哦，我没有主要问题没有回答你，谢谢师傅提醒。这样好，我是这样，因为当我知道我们那个双飞翼哈这个戏哈剧本非常好的时候，然后我知道是我师傅主演，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想到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他再合作一把？因为我们之前演过《红楼梦》啊，梦那个包括说的师傅怎么会由来，这个师傅的由来，就是我们以前合作一个叫什么？不是段子姐，他演我的老师，我演他的学生，这样叫出来，师傅叫出来的，是这样啊。其实他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然后所以这次也是争取，就是我觉得是你这个人物，我觉得蛮富挑战性的，你很好，所以说我就下一个学期给领导，我是不是能试试看？那么我非常感谢领导给了我这么一个重任，他们信任我。好，非常谢谢。